家好，歡迎返到嚟 Noah 嘅頻道。今日要同大家傾下乜嘢係通靈，探討通靈嘅真正意義，同埋關於佢嘅迷思。通靈係指成為宇宙智慧嘅管道，係每個人與生俱來嘅能力。人嘅本質就係靈，透過開發靈性嘅觀感同埋直覺力，我哋可以更深咁樣認識自己。通靈並唔係所謂嘅特異功能，而係每個人都可以開發嘅靈性管道。通靈嘅現象可以表現為內在直覺、靈感、夢境或者預感，呢啲都係我哋靈性能力嘅一部分。直覺係一種直接唔經思考嘅感知，好似喺內心深處有個聲音話俾你聽答案。靈感係一種突然湧現出嚟嘅創造性想法，經常都會喺我哋放鬆或者專注嘅時候出現。而夢境就係潛意識嘅表達，揭示我哋內心嘅渴望、恐懼或者未解決嘅問題。而預感係一種對未來世界嘅感知，有時會係好強烈嘅感覺，又或者有畫面嘅形式出現。好多人以為通靈就係等於見鬼，又或者係一啲古怪嘅嘢。事實上，佢係一種自然嘅靈性連接，幫助我哋更深咁樣了解自己同埋周圍嘅世界，而任何人都可以開發嘅。通靈唔單止體現喺靈性嘅層面，佢亦都同我哋嘅創造力息息相關。好多嘅藝術、音樂、科學家，佢哋喺創作同埋研究嘅過程之中，都體驗到靈感湧現。呢一啲嘅靈感，可能就係內在智慧嘅連接，或者係宇宙能量嘅共鳴。呢一啲嘅創作過程，都係視為通靈嘅表現嚟㗎。當我哋放下咗我哋小我同內在嘅靈性連接嘅時候，就能夠收到嚟自宇宙嘅訊息，將訊息轉化為好靚嘅藝術品，又或者突破性嘅新科技。大部分人對通靈有個誤解，就係認為通靈係一個神秘技能，只有好少數嘅人先可以擁有。但其實通靈係可以通過訓練同埋實踐嚟到開發呢個靈性感知力。希望透過呢個短片可以幫助你了解通靈嘅真正意義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啊！留言分享你嘅想法。下次見，祝福你嘅靈性旅程都充滿住光同埋愛。